雅各書第5章，你哋有錢人啊，愛生意哦，你哋愛留牧者太上交，因為有太災難會臨到你哋咧。你哋嘅財產變到沒脫，你哋嘅衫褲本從蛀脫，你哋嘅金元已經上路脫去，這條路愛做過你哋嘅真義，像火一樣燒滅你哋嘅身體。在世界嘅末期，你哋還在敗為積存財產，你哋剝削在天上為你哋國王嘅工人，靠佢哋嘅工錢。睇下佢哋前人出身上路，佢哋屬國嘅工人，佢哋煙炭嘅上也入到主萬軍嘅元帥嘅義工咯。你哋在世間插花宴樂，將自家學到皮皮。等本人吃嘅你哋，你哋將義人聽罪，害死佢哋，佢哋也無抵抗你哋。所以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愛忍耐，等到主再來。看啊，耕田人按有耐心等候田土寶貴嘅出產，忍耐等候春霖秋雨。你哋也愛像按樣忍耐，你哋嘅心愛堅定。因為主再來嘅日子會到咧，兄弟姊妹啊，唔好彼此埋怨，免得你哋受審判。看啊，審判嘅主在門口咧，兄弟姊妹啊，往時嘅哋奉主嘅名講話嘅先知，你哋愛拿佢哋嘅受苦留忍耐來做榜樣，愛啲在我哋看來。佢哋忍耐到底嘅人係有福氣嘅，你哋聽過約伯嘅忍耐，也啲後來主樣板看顧佢，主係滿有慈悲老憐憫嘅。我嘅兄弟姊妹啊，最重要嘅係唔好發誓，唔好指天指地，就係指乜嘅東西發誓，係就講係，唔係就講唔係，咁樣。你哋就唔會陷落上帝嘅審判。你哋中間有人受苦麼？佢應當愛祈禱。有人心情歡喜麼？佢應當愛歌頌上帝。你哋中間有人不平麼？佢應當請教會嘅長老來為佢祈禱，奉主嘅名為佢抹油。有信心嘅祈禱為救到嘅平人。主會本平人好起來，那係佢犯了罪，主也會赦免佢。所以你哋愛互相認罪，彼此推禱，使你哋得到醫治。義人嘅祈禱係太有功效嘅。以利亞老我哋有同樣嘅人心，以迫切祈禱，求上帝莫落雨。最近就有3年半冇落雨，而再祈禱。天就落大雨，地長出產5谷。我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中間那有人行唔錯路，離開真理，有人將佢帶轉來。你哋愛啲，把人帶罪人回頭，離開唔錯嘅路，會將罪人嘅靈魂對死搶救轉來，有本多多嘅罪得到赦免。